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云林斗六的鳏鱼脆羹真出名，在地有2间店，拢已经是开一架子的老店了。这个鳏鱼脆除了做羹，嘛会当用沙的混瓦萨米，或者是用卤的。生意好的时阵，这个鳏鱼脆一间店一工通啊卖出100斤哦。咱就来看这个属于云林斗六的地方小经济。 内面有笋丝，佮有卡2花，然后看鸡。伊的主角就是鳏鱼脆，烤起来了后加个盐水落，非常好食。这伫斗六是真出名。啊，四甲全汤汁的鳏鱼脆，放伫脆边咧，准备要甲加落去。这个动作头家笑讲叫做脆对脆。你食的时阵爱细致哦，内面有这鳏鱼脆气，爱配出来。除了看鸡以外， 鳏鱼脆嘛会当用烫的温瓦沙米，佫是另外一种无同的滋味。为虾米想到甲鳏鱼脆摕来做料理咧？就听我老爸咧讲起，当初是台北长仔街遐个永乐市场，伊拢咧发鱿鱼，拢伫迄个餐厅。啊，但是啊吼，因迄拢算贵买的。啊，迄就是感觉拢八条，你知无？感觉无彩，有安尼摕转来厝，互斗六个好朋友啊，才有食看卖。 煮好食，感觉都袂歹咧。伊甲卖一架子啊，伫共一条街里还佫有一间，嘛是咧卖鳏鱼脆。卖这种鸡面拢差不多，但是无共的是，这间还佫有特做的卤的鳏鱼脆。用来2天，慢慢啊买落去熬这个鳏鱼脆都好食。啊，这个鳏鱼脆从台湾省敢若才有在食。是毋是有人还佫买倒来咧配酒？ 拿被压厨的时候，你觉得会很好玩？好玩就对了。吃起来嘞，Q Q 的。伫斗六只要开40块，就会当食到鳏鱼脆美味。这卖鳏鱼脆店家单店平日一工平均是卖50斤，毋是问题。假日因为游客，一工会当卖到大约100斤。以前无人要点的鳏鱼脆，伫斗六意外翻新，加做在地人3顿美味，而且嘛有真侪游客嘛拢会来交关食看卖。